那讲到最近这几年连续传出讲政治人物的论文是用抄的，引起社会关注。教育部表示，目前已经有初步的共识，学伦心理会分做专业调查甲审议决定两部分来进行，卖定出一定的标准，上紧2月就会公布。 2022九合一选举进前，真侪政治人物拄到论文抄袭的问题。不过审议的结果，有学校是公开说明，也有学校敢若以文字来通知检举人甲当事人，引起社会的犹疑。教育部表示，去年委托国立大学校院协会研究处理的共同原则，即马已经有共识。第一层是属于学校的那个学伦专业调查的委员会。 第二层是说，这个案子要提到校内，因为它可以涉及到老师的聘任，那他们学校还会有一个学人的处理的一个委员会。学伦心理会分做专业调查甲审议决定两个阶段来进行，要公开予当事人甲检举人的调查报告，也有一定的标准。也若学伦案调查报告，协会表示报告是建议有关以企图识别化做原则，这部分要提教育部决议。 一般来讲都是会去识别化啊，但是偶尔有些比较社会上关注重大的事情啊，可能有一些例外。根据的国际的惯例了，但那比较重大的事情可能也很难去识别化了。 周景阳讲，英国各大学处理学伦案做法规定无相同，未来有标准会当遵照。教育部表示，当咧检修学伦案件处理的原则，上紧2月公布。不过，若准当事人甲检举人摕到调查结果，又搁家己公布，因为无伫学伦案规范的范围，所以尊重个人的决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